6月23號，一宗墮樓悲劇令到香港演藝圈瞬間籠罩陰霾。地點係佐敦柯士典道同中山道交界，一名年約88歲嘅長者從高處墮下，情況極為慘烈。據了解，死者係資深藝人雪梨嘅丈夫唐佳，原名黃唐。佢唔係圈中熟面口，但對行內人嚟講，唐佳早就係幕後嘅熟悉身影。作為一名前舞師，佢多年嚟默默守護太太，亦都係雪梨嘅保鏢、助手、經理人，一直陪伴左右，從不缺席。佢哋相戀於60年代，1969年步入婚姻。當時雪梨係粵語片炙手可熱嘅當家花旦，拍過《女黑俠木蘭花》，成為一代武打女星。正值事業高峰，佢選擇急流勇退，專心相夫教子，一退就係幾十年。直到90年代末，雪梨重返香港，再次活躍於無線劇集，由天地豪情到鐵拳英雄，再次成為觀眾熟悉嘅金牌綠葉。而唐佳從未離開過佢嘅身邊，每次出工，身邊都會見到呢位銀髮男士陪伴左右。消息指唐佳近年身體狀況不穩，近日更加疑似因為太太健康轉差而情緒低落。有傳雪梨患有胰臟癌，而唐佳喺住所裏面曾經留下遺書，表示希望夫妻同生共死。佢哋婚姻長達56年，無風無浪，無花邊新聞。演藝圈成日都話愛情難保長久，但係唐佳同雪梨用半世紀嘅雙手證明咗一件事：有一種愛係無需高調，只需同行。唐佳先生離開咗，但係佢留下嘅唔只係一段感人愛情故事，仲係一種默默守護、無悔付出嘅精神。願佢安息，亦願雪梨堅強。想睇更多相關影片，記得訂閱頻道並且打開小鈴鐺，感謝你嘅支持。